各位同学大家好。安尼，咱今仔日就来复习第5课的语词交通工具，内底有足侪款的交通工具。安尼，咱一个念2遍，老师念一遍，恁对我念一遍哦。第一个是脚踏车，脚踏车，铁马，铁马。孔明车，孔明车。第二个，机车，机车。第三个，计程车，计程车。嘛会当念做计程仔，计程仔。第四个，公车，公车。嘛会使叫做巴士，巴士。第5个，飞行机，飞行机。第6个，船，船。第7个，捷运，捷运。第8个，高铁，高铁。好，安尼咱过来复习语词运用。老师读一遍，恁对我读一遍哦。第一个，公车，公车，坐公车，坐公车。我坐公车去学校。我坐公车去学校。火车，火车，坐火车，坐火车。我坐火车去台北。我坐火车去台北。计程车，计程车，坐计程车，坐计程车。我坐计程车去动物园。我坐计程车去动物园。飞行机，飞行机，坐飞行机，坐飞行机。我坐飞行机去日本。我坐飞行机去日本。好，安尼咱即马先到课本90页，90页的所在是幼味菜。来幼看卖。伊即句话到底是咧讲啥物款的交通工具呢？咱先来听看卖哦。一只怪马仔，两骹圆润润，食油毋食草，人骑伊就走。要一种交通工具。好，来幼看卖哦。一只怪马仔，敢若一只马，足奇怪的马，两骹圆润润，两支骹是圆圆的。食油毋食草，伊是食油的哦。爱加油，毋是食草的马吼。人骑伊就走，人咧骑伊会走哦。又一种交通工具，你敢有摇着啊？对，答案就是机车，机车。好来，第2个，一尾长长那牙工，看伊过来就紧闪，大路拢爱让伊行。要一种交通工具。即种交通工具长长长敢若牙工共款，足长诶，一节一节诶。看伊过来着紧闪，伊来啊，逐个都爱闪开。连马路连开车诶即种人拢爱让伊先行。请问这是啥物款诶交通工具咧？对，就是火车。你敢有摇着啊？
好，各位同学，咱即马做伙来耍一个游戏。咱头前有学着足侪语词啊，足侪交通工具。老师即马有出几个题目，咱爱来找出甲即个题目相关的语词、相关的交通工具是啥物？答案不止一个哦，答案可能有2个、有3个，所以咱来做伙来想看觅，阁甲伊读出来，读看觅，念看觅吼。好，第一题是找出2链的，找出2链的，有2个链仔咧，有啥物咧？来，互恁5秒钟。恁敢有摇着啊？答案就是脚踏车甲机车，脚踏车甲机车，嘛会当讲做是铁马，还是孔明车，机车嘛会当讲做是乌多摆，乌多摆。后一题，第二题是找出4链的，找出4链的，有4个链仔咧，有啥物咧？咱头前的语词有学过哦，互恁5秒钟。好，恁敢有摇着啊？答案就是计程车、计程车，阁有公车、公车。好，过来第三题，找出一节一节的，找出一节一节的，有啥物款的交通工具是一节一节的？咱头前有学着哦，大家提醒一下，有3种。好，恁敢有摇着啊？答案就是捷运、捷运、火车、火车、高铁、高铁。对，答案有3个哦。好，安尼咱过来看后一题。第4题，找出伫海上走的，找出伫海上走的，只有一种哦，互大家5秒钟。好，答案足简单诶，就是船，船。好，最后一题，找出伫空中飞诶，找出伫空中飞诶。对，答案就是飞行机，飞行机。好，安尼恁敢有全部拢摇着啊？咱伫练习诶时阵，嘛会当加读几遍哦。安尼咱准备要进行后一个部分。安尼咱即马先开课本诶94页、95页。安尼，阮即马来做伙听看觅。吼，即马即个听看觅真趣味哦。即个听看觅，你会听着交通工具诶声音。咱爱甲咱第一个听到诶是啥物款诶交通工具诶声音？第二个是啥物交通工具诶声音？第三个是啥物交通工具诶声音？甲伊照顺序写起来。安尼，咱即马甲你诶笔准备好势，准备来听看觅。第一个是啥物？你着爱写1，第二个是啥？写2，第三个是啥？写3。吼，安尼咱即马就来听看觅。第一，透早阿爸骑去上班。
第二，后礼拜阿姨要坐出国。第三，阿兄坐去台北参加演唱会。好，安尼即马三个交通工具的声音拢听了啊，恁敢有写着啊？咱来看答案。第一就是机车，第二是火轮机，第三是火车的声音哦。恁敢有拢写着啊？真好哦！好，安尼今仔日的课就先到遮，等下后壁会放第5课骑铁马的课文，大家会当对咧做伙念哦。第5课骑铁马。歇困日，我甲阮阿爸上爱去骑铁马。我甲阮阿爸上爱去骑铁马，骑去大路边，看到真侪款车。骑去大路边，看到真侪款车，有公车、汽车，阁有货车。有公车、汽车，阁有货车。骑去庄骹，看到火车。骑去庄骹，看到火车。咻！一个仔就走甲远远远。咻！一个仔就走甲远远远。歇困日，我甲阮阿爸上爱去骑铁马，骑去大路边，看到真侪款车，有公车、汽车，阁有货车。骑去庄骹，看到火车。咻！一个仔就走甲远远远。歇困日，我甲阮阿爸上爱去骑铁马，骑去大路边，看到真侪款车，有公车、汽车，阁有货车。骑去庄骹，看到火车。咻！一个仔就走甲远远远。好，安尼今仔日课就到遮，大家再会。